第6周，禮拜三，撰稿人周朗星。馬太福音第26章57至68節。拿耶穌的人把他帶到大祭司該亞法那裏去，文士和長老已經在那裏聚會。彼得遠遠的跟着耶穌，直到大祭司的院子，進到裏面，就和差役同坐，要看這事到底怎樣。祭司長和全公會尋找假見證，控告耶穌，要治死他。雖有好些人來作假見證，總得不着實據。末後有2個人前來說，這個人曾說，我能拆毀上帝的殿，3日內又建造起來。大祭司就站起來，對耶穌說，你什麼都不回答麼？這些人作見證告你的是什麼呢？耶穌卻不言語。大祭司對他說，我指着永生上帝，叫你起誓告訴我們，你是上帝的兒子基督不是？耶穌對他說，你說的是。然而我告訴你們，後來你們要看見人子坐在那權能者的右邊，駕着天上的雲降臨。大祭司就撕開衣服說，他說了僭妄的話，我們何必再用見證人呢？這僭妄的話，現在你們都聽見了，你們的意見如何？他們回答說，他是該死的。他們就吐唾沫在他臉上，用拳頭打他，也有用手掌打他的，說，基督啊，你是先知，告訴我們打你的是誰？經文內容：耶穌被捕之後，被帶到議會受審，祭司長同全議會嘅人都喺度揾假見證控告耶穌，想置佢於死地。期間好多假見證都未有實據，定唔到耶穌嘅死罪，甚至最後嗰2位作假見證嘅人扭曲咗耶穌喺聖殿時嘅言行。耶穌本來係話，你們拆毀這殿，猶太人將聖殿變成賊窩導致嘅結果，就係冇一塊石頭會留在另一塊石頭上而不被拆毀。但係佢哋就演繹成為耶穌自命可以拆毀上帝嘅殿，3日之內又起返好，試圖將耶穌同上帝放喺對立面。呢啲假見證並非審判嘅關鍵，大祭司嘅問題同審判反映出耶穌係上帝嘅兒子，先至係佢哋置佢於死地嘅核心原因。耶穌當時冇抗辯，議會就借住呢啲見證，以褻瀆上帝嘅罪名判處耶穌死刑，並且羞辱佢。細思慢想，耶穌喺議會受審嘅片段有一段小插曲容易俾人忽略，就係彼得喺耶穌被捕之後，遠遠咁跟隨捉拿耶穌嘅隊伍，甚至入到大祭司審判耶穌嘅地方，同警衛坐埋一齊，等候耶穌嘅結局。當時彼得嘅動機、情緒同埋諗法係點樣嘅呢？經文冇任何描述，同時卻留俾我哋想象同反思嘅空間。如果我哋代入彼得嘅位置，喺議會入面睇見老師面對假見證嘅指控、死亡嘅審判同埋羞辱嘅時候，我哋又會點樣呢？現實中嘅我哋比起聖經入面嘅彼得，距離究竟有幾遠呢？會唔會連遠遠觀看入去有權者嘅地方，等候耶穌結局嘅勇氣都冇呢？向上帝祈禱。親愛嘅天父，求你原諒我哋喺現實生活入面睇見到屈枉正直嘅情況，卻冇勇氣為你作公義嘅見證。求你幫助我哋打開我哋嘅心，讓我哋喺生活入面
有勇氣面對向真理降服所帶嚟嘅掙扎。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祈求，阿門。行出真道。彼得喺耶穌被捕之後，遠遠咁跟住，看似大膽勇敢。後來佢喺議會睇見老師被屈枉正直，甚至羞辱嘅時候，卻隱藏起嚟。兩者形成鮮明嘅對比，真實呈現出人喺真理同現實、公義同權勢、信仰同犧牲之間嗰種矛盾混合嘅掙扎。願我哋喺大齋期入面認真反省自己喺現實生活經歷嘅掙扎，係咪喺不知不覺之間陷於世界同權勢嘅操控，未能敏銳留意真理同聖靈對我哋發出嘅聲音。反思問題：喺我哋嘅生活入面，有乜嘢因為信仰而嚟嘅掙扎？我哋通常會點樣去面對同回應呢啲掙扎呢？